那女人呢？什么女人？你别给我打马虎眼，早就听说了，你关她的罪名是拐带民女。你把那姓陈的关了，那民女你安顿到哪里去了？那还能安顿在哪里？放人家走呗，人家又没什么罪过。你说的是实话？妍妍，你听说什么了？快去给小姐打盆洗脚水来，快快！钱奎，前些日子你受了点罪，我这些日子一直都好生疼你。你凭良心说，我对你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坐下。哎，那你就不要瞒我，那个女人现在在哪儿？你既然知道了，我也不瞒你了。这个女人就是我上回跟你说的那个玉蝶。开头我是准备说给老四的，后来就叫郑天寿那个老杂毛给抢去了，再后来，我刚刚替老四把他抢回来，这时候那姓陈的来了，他把我关在牢子里，罢了我的官，这些你都知道了。那姓陈的就把玉蝶给接过去了。你想啊，那会儿姓陈的他是钦差，那长得是又白净又年轻，又会说话，还又会讨女人喜欢。那么糊弄几天就把那玉蝶给糊弄住了。再后来，皇上把姓陈的官给罢了，姓陈的就想把玉蝶带着走，我就把他拦下了。那玉蝶现在在哪儿啊？我给他找了处房子，让老四看着呢。你真的要把她许给老四？是啊，老四他这回可上心了。自从那姓陈的把玉蝶霸占了去，老四在我面前哭了好几回了。本来这事儿要不是姓陈的插这么一杠子，那都快成了。那玉蝶她也点头了，老四呢，那更是欢天喜地呀。芍药跟我说的可不是这么回事儿。芍药说什么了？他说你看上玉蝶了，先是跟他爹争，然后又跟那姓陈的争。那孩子缺心眼儿，你怎么连傻子的话也信呐？就是因为他傻，傻子才不说假话呢。你说？我说，傻子不说假话，那郑天寿不会教他吗？哎，别，把剪子放下，把剪子放下，燕燕。说，这不是明摆着叫你来整治我吗？把剪子放下呀！燕燕，我就知道你得给我玩命。燕燕，你把剪子放下。燕燕，燕燕，你要是信那个傻丫头的话，你只管冲着我来。我要是吭一声，我就不是你男人。我告诉你，钱奎，你对我怎么着都成，就是不许骗我，不许在外面再有女人。来，燕燕，徐妈。哎，丫头，快把水端进去。哎呦，燕燕啊，你看这，快去烫烫脚吧。姑老爷呀，刚从大狱里出来，有话慢慢说啊，别再拿刀动帐子了。
不知道，这些天我心里头一直都七上八下的。好不容易盼着那个挨千刀的钦差罢了官，又做了县衙，我是当时出了一口气。今天又听说了这些事儿，我长这么大，只有嫁了你，跟你在一起，我才觉着高兴，才活得有滋有味儿。你不能骗我啊！别哭了，不哭，爷爷。你说这个老四他也是啊。你说讨媳妇儿非得要个漂亮的，你说人家漂亮的谁能瞧得上她？让我操这个闲心，为这事儿把郑天寿都得罪了。爷爷，你说咱们夫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说我哪天在外边过过夜，哪天晚上不是我回来了，你非得搂着我才能睡得着觉啊？你别怪我，我是个女人，成天也不出个门访个友的。要我说，老四铁了心想要那玉蝶，何不把她领到家里来了？那不行，人家玉蝶都没答应，我就巴巴的把人家领到家里来，让外人知道了，还不说我县太爷欺男霸女呀？我说把她领到家里来，又不是让她马上和老四成婚，我只像妹妹一样待她，她愿不愿意许给老四都由着她。你不是说她无依无靠吗？把她领到家里来，也省得郑天寿整天惦记她。让我想想。哎，你真的疼我？你自己说吧。自打我进了你们田家门，什么事儿我不依着你，你叫我干什么我不听话了。你这会儿是有了身子，就你活蹦乱跳、一身轻松那会儿，还不都是我给你洗脚啊？我让你喝洗脚水，你喝不喝？那得放点糖。姐，天儿不早了，再走就得赶夜路了，要不要歇啊？好吧，就在这儿歇着吧。哎，这好。姐，圣旨藏好了吧？再让我看一眼。你一天都看多少回了？进来。这位客爷，真不好意思，刚来了个当差的，还带了个女眷，非得要住进这间上房，您能不能允允？总有个先来后到吧。我和我姐都住下了，怎么着还想赶我走啊？实在对不住。阿丑，换就换吧。哪儿不能住啊？滚吧滚吧，少废话！你什么人啊？哎，你小子这眼是不是出气儿了？没看我是官差吗？赶快给我滚！小二，他们给你多少银子？我加倍的还给他。少来这套，给我多少银子，老子都不会办的。小子嘴还挺硬，
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？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去你！阿丑，你不是说不再生事儿了吗？大小姐，小兄弟实在对不住。要住这店的可是个五品官，咱这小店惹不起啊。他五品算个屁，老子还……对不住两位，您请。大哥，刚才有个当官的把咱钦差大人给打了，要不要管？怎么回事？你没问问？我问了，本来呢，大小姐先住了一间房，那个当官的带来了家眷，就非要让给他腾地方。阿丑大人气不过，就打起来了。阿丑没事吧？是倒是没有，这会儿已经换了一个房间。先不用管他，皇上吩咐过，他的身份不要轻易暴露。阿丑，你可千万不能漏了钦差的身份。二爷说了，咱们这次奉的是密旨，不到节骨眼上，你千万不能给别人看。刚出京城就这般受气，一个五品的官居然这么欺负人，手里有圣旨又不能用，还不如当初那个假钦差呢。阿丑啊，你又说孩子话了，这算什么呀？魏大人说了，要想成大事，就得有点气量。气死我了！姐，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让他们知道我是真钦差呢？三哥，要我说呀，不如再给玉姑娘找个地方吧。你嫂子倒是说了，想让她住到咱们家里去。好呀，三哥，那再好不过了。住在咱们家，郑天寿再怎么着，他也不敢去抢人啊。你是个猪脑子呀！把她接到咱们家里头，你嫂子还能让我再看她一眼呀？你倒是天天都能守着。你嫂子要是吃起醋来，她敢动刀子杀人。三哥，到了咱们家，嫂子也只当她是我媳妇儿，她吃什么醋？只要你不再招玉姑娘。看，把真心话说出来了吧？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，几次差点搭上命，临了玉姑娘倒让你得着了。三哥，你说过这都是命，那万一这命里就该我得着玉姑娘呢？我就知道你小子动这心思了。行了，三哥，虽然笨，我还知道自个儿几斤几两，不像你。我怎么了？还是那句话，再怎么着，你也不能使下作的手段。真要是哪天玉姑娘真心喜欢上了你，我才能服你。你不让玉姑娘住咱们家，你让她住哪儿啊？我哪儿也不让她去，就还住在这儿。周文正答应过我呢。郑天寿他不敢来跟我抢玉姑娘，他要是把我惹急了，谁也别想得好。那嫂子要见玉姑娘，你怎么办？少操闲心，废什么话你？我看他娘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哎，钱大人，你怎么就走了？啊，玉姑娘，我找老四说几句话，我这还有公事呢。你来一下。哎，
哎呀，没，放下，我来，这地方你没我熟。来，你请坐。哎呀，钱兄，你别跟我客气了，我在这小院儿已经住了些日子了。哎，你请坐，你坐下。好，那你也坐。哎，我坐，我给妹妹倒茶。来，妹妹请喝茶。多谢钱兄。说实话，我和我爹一直在江湖走动，从来没什么人照顾过我。你能这般待我，已经让我不安了。妹妹说哪里话呀？像妹妹这般的人才品貌，那本来就是该有人伺候的。只要妹妹愿意，我再找几个人伺候你。哎呀，别，千万别，这已经过分了。好，钱兄，陈公子他还好吧？好着呢。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人都长胖了，就是这小子脸皮子薄。我劝他好几回了，他总是不好意思见你。他为什么不好意思见我？哎呀，妹妹啊，那还不是因为他丢了官吗？我把他请到衙门里头住，他说那是软禁他，更没面子了。我要是不关着他，说不定哪天他就惹着谁了。从前他头上顶着个钦差，人家让着他。现在他被罢了官了，草民一个。他要是再惹着谁，怎么办？我也就是看妹妹你的面子，要不谁愿意管他呀？我想你还是让我见他一面吧。阿诺是在我眼前丢的，我有几句话想要跟他说。你有什么话只管告诉我，我回头转告他一声不就行了吗？钱大人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把陈公子害死了？我把陈公子害死了？哎，没错，我把陈公子害死了。你听谁说的？谁告诉你的？陈公子在衙门里头活着好好的，人长得白白胖胖的，他怎么就死了？那你为什么不肯让我见他呢？你怎么就那么想见他呀？我一定要见他一面。那我要是不让你见呢？那我就从此刻起，再也不吃东西了。好吧，想见就见，我让你见他就是了。陈大哥啊，你说皇上让咱们护着他，又让咱们看着他，这趟差咱们怎么出啊？咱们兄弟啊，这事儿啊你别着急，咱们只管保证他的安全。至于他做什么，咱们如实禀告皇上，一切听皇上的。不是，你说这阿丑到底什么人啊？为什么能得到皇上如此恩宠呢？这个啊，甭多问了。总之啊，是个有福的。哎，去看看去。哦，好。这圣旨呢？你一天要看几回啊？你就再让我看看嘛。行了，就看一眼。打开看看，万一再让人给调包了。姐，让我拿着行吗？
你拿着，谁知道你一高兴又给谁看了呢？我不给别人看，我就自己看。不行，姐，那等我查清了案子，拿住了周文正，能不能给人看圣旨啊？那当然。等你查清了案子，亮明了身份，到那个时候你再抖威风也不迟啊。那到时候我穿什么？观音呀。阿丑啊，出门的时候魏大人都给你备好了，我都带着呢。那让我看看。不行。你就让我看看观音什么样啊！我告诉你，不要亏待了姓陈的，你可倒好，还用上刑了。哎呀，你想干什么呢？找死啊！你不知道他多张狂，他多嚣张，他骂我骂的那叫难听。你不去招他，他能骂你吗？我就是没招他嘛。他要骂，就让他骂去好了。你只管好酒好菜管着他，我就不信喂不熟他。还是您想得深，谋得远，可那得分人呐。你呀，让我说什么好啊？哎，早晚这个家呀，就败在你手里头。那俗话说不打不相识，您要是非逼着我和那个姓陈的结交，那我就动动心思，想想办法，那兴许还能套上交情。你别再为难他就是了，免得他记仇。知道了。钱大人，你自己坐吧。恕在下不便起身行礼。都给我退下！你怎么跟我客气起来了？钱大人，这几天你怎么又好酒好菜的招呼起我来了？你就不怕我被别人毒死？你长得白，命也金贵，我倒是真想毒死你。怎么，玉姑娘生你气了？别不要脸了！你当着玉姑娘还真想着你呢。那你又何苦吃我的醋，还打我一顿板子？你不也打过我的板子吗？我好歹也是清水县的县太爷，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子打我板子，你说我能不记仇？哎，谁先打的谁啊？你要不跟我叫板，我能打你板子吗？你没给我叫板呀？不就仗着玉姑娘护着你吗？不是看玉姑娘的面子，我打你个三魂出窍。那如此说来，你这么照顾我，还是冲着玉姑娘了？你少自作多情吧。我是看着你可怜，都是读书人，熬个钦差不容易，如今让皇上把官给มั่了。我要是再整治你，也显得我前魁不厚道。钱大人，玉姑娘现在如何？好着呢。我说你也不过就是让玉姑娘住了个客栈，吃个家常便饭，也就是个饿不着。哎，我给了她一套宅子，还雇了个老妈子伺候着她。就算你是钦差，你能像我一样照顾玉姑娘？我和玉姑娘根本就没有什么儿女私情，只不过是当初我看她可怜，现在她看我可怜罢了。要说起来，玉姑娘对你倒是真是心存感激，到现在还让我帮你。
得了吧，谁帮谁呀？你这会儿，哎，这会儿在我牢子里，还用得着你帮我啊？钱大人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，我看你还没坏透。只要你能明白事理，不再与和安府那帮贪官污吏狼狈为奸，你打我这顿板子，我就不跟你记仇了。咱们就当是苦肉计，如何？得了吧，姓陈的，到这份上你还嘴硬呢？我告诉你，别想有出头之日了，说不准哪天惹得我不高兴，拉出去把你脑袋我给你砍喽！我陈信是怕死的人吗？要杀何不趁早？你他娘的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呢？你要再这样，我就不让玉姑娘来看你。怎么？玉姑娘要见我？别他娘自作多情了，谁要见你呀？玉姑娘会想见你，人家是觉得你妹妹丢了有点可怜。哎，钱大人，我真的有话和玉姑娘说，绝非儿女私情，这个你放心。你要能让我见玉姑娘一面，陈信十分感激。哎呦，哎呦！我今儿就叫你见。哎呦，陈大人，你来了。你先在这屋歇会儿。玉姑娘一会儿就来，咱可得按咱时间讲好了的说话呀。嘿嘿，怕你站着腰疼，给大人你设了个座，坐上去试试。这，来，特意给你做的，你试试。还舒服吧？这算什么？知道的我是挨了板子，不知道还以为我出宫呢。玉姑娘呢？啊，说话就来。但还是那句话，见了面可不许告我的刁状。玉姑娘，玉姑娘，你气色果然不错，看来钱大人对你照顾的挺好啊。陈大人，你受苦了。他受什么苦？他当钦差那会儿，动不动就对我是横眉立目。你问问他，我现在这些日子对他怎么样？陈公子，说良心话，这些日子我可曾在饭菜上亏待过你呀？多谢钱大人照顾。这些日子，我是比当钦差时过得悠闲多了。甭说悠闲，说吃的怎么样？说实话，是比我当钦差时吃的好多了。没骗你吧，玉姑娘？你瞧瞧这脸色，你再瞧瞧这脸蛋子上的肉，都吃胖了。钱大人，哎，我能不能跟玉姑娘单独说会儿话？玉姑娘，怎么说，她现在都是我手下的人犯。要是让你跟她单独见面，那就是破了例。我要是不在跟前儿，钱大人，多谢你如此照顾陈公子。今天，我确实有几句话想要跟他讲。你看，好吧，既然玉姑娘这么说了，那我就给你这个面子，请。
陈公子，蓉儿，你们俩干嘛呢？跑这儿偷听？下去。陈公子，我一直在让四哥打听陈诺的下落，至今也没有消息。那天我吓坏了，没能拦着陈诺。那天情形太乱了，这也怪不得你。阿诺从小就性子野，这次随我下来也帮了我不少忙。我想，他是去找阿丑了吧？那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找得到啊？万一阿丑这一跑，谁知道会跑到哪儿去？阿诺一个女孩子，自己不出事已经是万幸了，怎么可能找到阿丑啊？陈公子，我听说钱大人还是十分讲义气的。他虽然抓了我，可对我还是十分照顾的。陈公子，钱大人的为人，我比你更清楚。他这个人呐，是做了些不该做的事儿，可心眼还是好的。实不相瞒，我以前对钱大人颇有成见。这次他抓了我，我也以为他会要加害于我，没想到钱大人不仅没有加害我，还对我十分照顾。现在想想以前你的话，确实有几分道理。为了你和我，钱大人这次是担着风险的。钱大人说了，你当钦差那会儿啊，得罪了不少有权势的人，全靠他担着呢。要不然啊，这会儿你恐怕早就没命了。说的是啊，钱大人这番苦心，我也是想了很久才想明白的。回想当初，一味的想要教训他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陈公子，你能不能在皇上面前替钱大人求求情啊？这个你放心，钱大人如果幡然悔悟，能将案情如实禀告，我定能将周文正这帮贪官扳倒。只是我现在无职无权。哎，陈公子，你这是？玉姑娘啊，哎呀，玉姑娘，您可千万不要见怪。这些日子我给陈公子吃的太好了，火大拉不出来。昨儿个我给他吃了些泻火的药，我说你少吃点，少吃点，他不听，一下吃多了，我怕他拉裤子里头，所以才不得不出此下策。姐，我看得再买一双了。这双鞋站着还行，走起路来就怕崴脚。行，等到了和安府啊，姐再给你买一双。姐，我出去逛逛行吗？不行，你啊，到和安府之前哪儿也不许去。姐，我就是想出去买趟果子吃，还不行吗？好啊。你去买些果子，留着明天咱们路上吃。不过我可告诉你啊，不许再去赌了。你要敢去赌，我就不再见你了。姐，怎么嫌少啊？够了。姐，我现在是钦差了，要赌我也得跟皇上赌。你和皇上赌什么呀？赌我办好这趟差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皇上虽然跟我讲交情，可是还是有点信不过我。我只有把这趟差事办好了，他才能正正经经的分给我官做。姐，皇上和我也是一场豪赌，这场赌啊，我赢定了。
好了，快去吧。哎，早点回来啊！知道了，不许乱跑啊！大哥，这小子昨天刚吃了亏，今儿个又高兴了，也不知道又要出去干什么。不行，我得盯着点，别再给我惹出篓子来。哎，大哥，你歇着，我去。今晚上咱可得找个地方好好乐呵。我说压大吧，你偏不听。哎，行，赢钱就行了。走，找地方喝酒去。你怎么走？阿丑，我可找着你了！怎么着？几天不见就想成这样，恨不得吃了我呀？我想你，我要杀了你！哎呦，好你个小蹄子，我还没娶了你，见了面就要杀了我，你当我是钱老龟呀你啊？都是因为你，我哥哥才罢了官，你倒好，跑到这儿躲清闲来了。走，跟我上京城见皇上去。瞧你急赤白脸的，见过你的小男人不说几句贴己的话，又打又骂的，你比钱老龟的媳妇还厉害啊你！阿丑，我可没工夫听你胡说八道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哥哥被皇上罢了官，现在被钱老龟抓起来了，生死不明。你要是还有良心，就给我进京城见皇上，把你偷东西的事儿都说出来，替我哥哥洗清冤情。行了，你不用着急了，我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已经进京城见了皇上，现在就是奉旨去清水救你哥的。要我说呀，你现在就跟我进洞房吧，这样呢，你哥就成了我的大舅子，我也就心甘情愿地救他一回了。放屁！你偷的是圣旨，犯的是欺君大罪，皇上怎么会饶了你？你不信是不是？鬼才相信呢！饭团子，我阿丑不是个不讲义气的人吧？不管是谁对谁错，反正是因为我，你哥才丢的官儿，我能不管吗？我已经在皇上面前替你哥全都讲清楚了，可是皇上觉得我比你哥还聪明还能干，就把钦差这个官赏给我做了。我现在就是奉旨去清水办案的。你骗谁？就凭你，皇上会看上你？你做梦去吧！你不信是吧？我要是把圣旨拿出来，怎么说？你拿来，在客栈我姐手里呢，我带你去看。要是真的，可怎么说？要是真的，就见鬼了！你小男人现在可不是鬼了，你小男人现在是钦差钦大人。你骗人！要是真的怎么办？你想怎么办？要是真的，你就得给我当二房。呸！你嘴里就吐不出好话来。你要不答应，那就算了。喂！再来2卦。阿丑，你真的当了钦差啊？我还骗你呢。那圣旨，哎，那圣旨真的在你姐姐手上啊？不信啊，你就随我去看。哎，饭坛子，咱们可先说好了，一会儿看过了圣旨，你答应我的事儿可不要忘了。我答应你什么了？不认账了是不是？得，你还是先走吧，你走吧。哎呀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刚才说了，你要给我做二房。呸！你连正房都没有娶，就想娶二房，你就不是个好东西。正房我早就有了。谁啊？不告诉你。阿丑，你真的已经娶过亲了？瞧把你急的，我是逗你玩呢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你要再这样，我就去告诉你姐。好，我不说了。心里喜欢还不说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走不走啊？大哥，
这又是哪出啊？那姑娘是什么人呢？哼，好像是老相识，离得远，没听清他们说的是什么。不过看样子像是在打情骂俏。这小子还会来这手呢啊！大哥，这小子可是皇上看上的人，说不定啊有点道行。咱们要不要边上瞧着？不用，这姑娘啊，一看没什么功夫。再说，既是老相识，肯定不是什么刺客，你何苦扫他兴呢？来喝酒，来。认识这些字儿吗？我念给你听，听好喽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命阿丑为钦差大臣，奉命出巡，沿途各府县衙门一概听其调度，不得刁难推诿。见旨如见朕，宣此。阿诺，你怎么了？钦差原本是我哥，都是因为你们不好，让我哥把差事给办砸了，被皇上罢了官。你们倒好，上京城到皇上那讨了好，倒把钦差给要来了，我气不过。阿诺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和阿丑上京城就是带着死的心去的。要不是皇上开恩啊，说不定这会儿阿丑的脑袋早就被砍下来了。阿丑得了这个钦差，可不完全是为你哥哥，是因为他和皇上有缘，讨了皇上的喜欢，这才点了钦差。阿诺，我们急着往清水赶，就是为了去救你哥哥，你怎么反倒不高兴了？茵茵姐，你别怪我，你不知道这段日子我受了多少罪，担了多少心，我都不知道我哥哥到底是死是活。看着阿丑那么风光，我心里不好受嘛。光替你哥伤心，就不替你小男人高兴啊！姐。